大家好，歡迎收看下期名錄學院，我是池芬生。大家共下來講下，共下來考行業能力綜合性認證。行業能力綜合性認證分為4種測驗體系，有聽力測驗、口說測驗、閱讀測驗同書寫測驗。再來，你來講到聽力測驗。聽力測驗做得分為1. 單句理解，2. 對話理解，3. 篇章理解。這3種類型嘅題目，主要就係其題目嘅長短嘅無共樣。不過你回答嘅方式係當接權嘅，就係先看選項，再來分出兩選項之間嘅差別，再注意來聽題目，來選出清適當嘅答案。